低碳無廢城市全球協力啟航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嘅2026 MICEF， 配合國家雙碳目標及澳門加橫琴戰略定位，聚焦循環經濟、無廢城市、綠色金融等議題，並首設零廢循環經濟展區及綠色會客廳，強化區域合作，發揮綠色平台作用。綠色論壇邀請知名環保專家分享前瞻環保趨勢及創新技術，共探無廢城市建設與產業合作。綠色展覽設3大產業主題展區，推動產業綠色發展，並設4個專題配對洽談，對接全球環保資源供需。活動最後一日定為綠色公眾日，將舉辦一系列環保宣教活動，讓公眾了解環保資訊，踐行綠色生活。大會設免費電動穿梭巴士，歡迎入場參與。3月26至28日，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，2026 MICEF 約你共拓國際綠色合作商機。